再來看塔魯閣國家公園發生兩件爬山意外，佇咧南澳大山失聯的細老的山友，因為摔到傷無法度行，透過衛士設備來討救兵，最後是空勤吊掛落山。另外一個細隻的山友是挑戰機來北壁下平方失去聯絡，最後是留守人員發現這定位有問題，趕緊通報，才順利救到人。空中勤務總隊是接到通報，去到花蓮秀林鄉的南澳科谷，成功把61歲細老的山友救出來。但是伊互救出來的時陣，若是摔甲真嚴重，頭嘛着傷無法度行，只會當等救援。細老的山友會當成功互救出來，主要是因為伊使用高明設備來聯絡國外的朋友，才通報國際緊急會應協調中心，申請航空器來救援。細老的山友雖然家己去爬山，但是好佳在路尾是成功互救出來。另外一個救援行動是同款佇個太魯閣國家公園。一個細隻的查某山友，正正是家己一個挑戰難度真懸的基來山北壁下濱峰路線。初日下晡傳出失聯，一直到初時早起7點外才互找到。這查某人會當成功互救出來，主要是因為伊的留守人員逐工攏透過監測定位，發現定位無正常，緊向花蓮消防局來報案。他們自發性的由屏風山登山口進入，然後於今日的早上7點06分，將在屏風山南峰的時候尋獲。那個失聯登山客人員均安。專家指出，講要爬山一定要有齊全的裝備，除了衫愛分底站、中站和外站頂無共功能，還會扎救生的鼻仔和救生毯。假使若是摔到傷，還是找無路，要保命，除了靠山下的留守人，將隊伍的位，若是無正常，就報案搜救以外，賣當造 Garmin Enrich Mini 設備，方便定位和救援。無就先再好離線地圖，就算深山無網路，趕快會當收衛星信號持續定位。專家建議講，萬一若是發生意外，還是找無路，上好是踮佇原地等待救援。真的幸運找到路出來的，其實比例比較少。因為迷路，你已經沒有方向感，所以越找越深，越走越不對，到最後就困死在某一個你爬不上來的地形裡面。專家表示講，這兩個失聯的山友，除了靠定位設備和留守人，好穩體家己保命救援，嘛和當地天氣有關係。好有爬山的人，在出發進前一定要密切注意氣象預報，避免行程拄到歹天氣，這是賣互家己拄到意外的第一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